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Part 2。大家好，欢迎收看《送予台湾囡仔故事》。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台南的东门巴克的历史教育推广协会，带大家来看一场文物修复的导览。听讲协会内底有3个足厉害的修复文物的师傅，会当甲较早的物件重新展现予大家看。导览开始进前，先甲大家介绍巴克的历史教育推广协会。看过咱的节目的朋友拢知影，英国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甲台湾的现代发展有真密切的关系。而且伫100多年前，来到台湾的巴克的宣教师，替台湾创办第一份民间的报纸，头一间的西式大学。因为安尼，有真侪珍贵的历史文物留落来。不过，这个珍贵的文物，经过100多年了后，已经有损伤的现象。为着会当予以后的人，阁有机会会当看到，而且流传落去，所以协会就安尼成立咯。协会陆续完成修复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的文物。中仁中学校史馆的文物，中华基督教病院、南大密医生的历史文物等等。讲到这，大家应该已经等袂牢，想要听文物修复到底是啥物吧？其实文物修复是文物保存内底的其中一个，而且文物保存包含的内容非常广阔。包含文物的管理、甲建立档案、环境的维护、所谓的典藏等等。文物修复其实应该说是在文物保存的这个领域里面的其中一个支线。回到文物保存的概念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物件可能是对某些特定族群有一些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或者是美学或科学上的，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进行的一系列，就是让这个物件有更长的年限去供可能未来的人去了解的一系列的行为。然后这个行为就是大致上可以分成预防性的维护跟修复。然后预防性维护顾名思义就是以一个预防的概念去做这件事情，那其中可能就是会包含它典藏上的一个管理，然后环境的温湿度控制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些物件做一些数位化的保存，然后科学的检测分析等等。那修复的话，就是实际会介入这个文物的过程，那它比较像是这个物件它被我们发现有一些病灶的时候，那就是以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员去针对这些患处做一些治疗的过程。其实修复最早应该是西方的概念，所以我们学的一些学校里面教的那些伦理都是西方那边算是翻译过来的。但是我们就是在进入学校之前，我们就已经会选择组别了，就是材质，像我们学校就是大致分成纸质、油画木质跟陶瓷石质，就5基类。在台湾跟其他国家，可能欧美国家不同的部分，是因为台湾会有很多比较东方绘画
还有中式传统的一些文物，学校也会额外请这方面的老师，例如故宫的老师或是修复师，再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训练。那这也是蛮符合我们台湾文物现状，所以其实我们毕业以后遇到的文物也没有局限于西方纸质文物，像一些中式的善本书，或是卷轴，或是镜片，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是都会有机会接触到。亲像拄则师傅分享，文物修复也因为材质的无同，阁有分足侪无同的修复专业。今仔日主要呢，要来甲大家介绍的是纸质的修复哦。其实所有文物，不管是不是纸质啦，共同的就是会有一个修复前跟修复后的摄影记录。但修复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要保留一些过程中的照片。还有最基本，我们会先做文物检视等文物的一些基本资料，例如尺寸、材质、形式。形式是指，例如说平面类的话，就是水彩吗？还是版画？还是印刷品？还是海报？或者是素描？那书本的话呢，就是有分西式的书或中式的书，然后西式的书依照不同的装订技术有不同的形态。书画类的话，就是有挂轴啊、镜片啊、手卷，或者是一些善本书，中式的善本书那些都是。然后文物检视登录里面，我们也包含一些媒材的测试，我们叫做点测试。所谓点测试，我们就只会在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去做测试，它是不会被看见的，但是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师可以初步了解这件文物它的本身的体质，例如这件文物的纸张材质、基底材它吸不吸水，它如果不吸水的话，那会影响到我们后续做清洗这个动作，我们要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清洗。那我们也会测试那些媒材，刚讲到的，如果我们要清洗，那这个媒材它遇到水会不会容易晕开？那如果会晕的话，那我们又有后续的其他的动作，例如我们要帮媒材先加固。如果是书籍的话，我们这个部分可能会做拆解书身的一个动作，然后就把它拆成一页一页，接下来就当成平面纸质处理。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一些移除异物的部分。那异物通常我们会常遇到的就是一些什么订书针啊、胶带啊，或者是昆虫的排遗物啊。它可能周围会有一些线索，就是有一些虫蛀，然后又黑，然后旁边有黑黑一点一点颗粒。对啊，如果有虫蛀的现象，然后旁边又刚好有一点黑黑的小点点，那就有蛮大的几率是他在这边吃完了之后跑去旁边大便这样，或者是跑去旁边尿尿。对，然后如果是飞溅的液体，对啊，你像小小的，像有点晕开，那个就是尿。其他测试的方法，你也可以用水一点点把它点在上面看它会不会化开。如果化开，应该就蛮高的几率是属于昆虫的排遗。通常这些异物，有些我们会把它列为是属于需要紧急处理的部分，例如胶带或是订书针或是铁锈。但是订书针跟胶带，通常我们会列为紧急处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属于你放着不管它，它会一直持续劣化下去。当它劣化到最后，它就会影响到纸张文物材质本身，那里就会变得深，颜色变深，然后变脆。所以一般通常遇到有胶带啊、有订书针啊，或是一些需要紧急处理的状况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这个东西就是要紧急处理。那接下来我们会用表面除尘，然后用软的羊毛刷去把表面的一些灰尘做扫除，然后也会用橡皮擦、粉屑去进行一些更干净的清洁。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可能会进行清洗。清洗是一件在纸质修复里面算是蛮危险的一个修复动作，所以我们也会视情况去评估是不是它真的有必要要清洗。如果没有必要，我们也不会去做过多的干涉或修复处理。那清洗它的危险性就是在于媒材
它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被清洗掉。媒材被清洗掉，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行为。在修复上一直遵循的一件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可逆性。关于可逆性，让媒材被清洗掉，它就是一件不可逆，而且是永久毁损的事情。所以在清洗这件事，我们就会在特别小心。如果有些特定的变化状况没有办法透过清洗来移除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使用漂白。然后漂白我们会有一些我们平常修复上面专用的一些漂白剂。完成漂白之后，我们也会做就是彻底的清洗，然后再做一个简化的动作。那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摊平，加湿摊平。那有一些缺失啊，已经遗失的部分，就破一个大洞或者缺一角，这时候我们会帮它补缺失。补缺失，我们会去考量到我们要搭配什么样的纸张，还有那个纸张的厚度、纸张的质感、纸张的颜色，这些都是我们会需要去考量的部分。中色纸它可能会有连纹。稀释纸也会有，所以像遇到特殊材质的文物，我们就是也是要特别花时间去找。我们刚刚有讲的，也有稍微提到，就是用纸性比较好的纸去加强它那个已经裂开的部分。那还有一种就是整张都已经很脆弱，实在是要补的裂缝实在太多了，那我们就会小拖就是直接整张纸在后面拖一张纸，让它有个全面性的物理性加强。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补个裂缝而已，然后它只是有稍微的波浪，那我们就会选择用重压的方式，因为它后面也没有纸，也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四周涂浆糊。对。那如果今天选择的是整张都重新小拖的话，我们就会预留上四周浆糊的那个地方空间，对，然后就可以上板。还有一个考虑应该是跟文物大小也有关系。如果今天做的是挂轴或者是镜片，就是可能都是很大张的，我们要去用吸水纸重压的话，第一个会比较浪费吸水纸，第二个是吸水纸的大小要大于那个文物，可能有时候也会比较困难。那这时候就是上板。小拖完大概就平了之后就把它四周裁切方正就完成了。如果是平面纸张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是书籍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准备制作那个书的封面。书的封面看是要做一个新的，或者是针对旧的做结构一些加强修复。通常装订会依物件文物本身的原本的装订方式去做装订，对。那我们会比较常做更换的都是材料的部分。其实书的修复有时候也跟平面纸质的修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书在后续还有很大的机会会需要提供一些翻阅的功能，所以基本上我们除了就是我们会需要格外的去考量它结构强度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尽量用原始的洞口去做装订，但可能就是用别的比较无害的材料去取代，像是天然的棉线或麻线。其实我们会倾向于维持原本的装订方式，是因为书籍装帧它也是有它的装帧历史。那每个阶段的装帧，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大概是哪个时期或是哪个地方的装帧风格技术。那在欧美，他们可能更讲究的是，有时候你书一拆开，你看到这个装帧形式，你就知道是哪个时期的哪个装帧师装帧的。最后我们还是会拍一个修复后的照片，然后制作一些保护措施。哇，听了修复纸的过程，是不是感觉这个师傅亲像是医生，替破病文物治病？其实今年协会才完成中华基督教病院文史博物馆内底咱台美白仔囝文史文物的修复。修复的文物包含咱台美夫妇的身份文件、医学证书、甲因家庭的相片等等。在世纪画案里面就是有很多相本，所以它
他们就是留下很多他们家族在台湾的各个场景的留念，然后也可以很感觉出来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在修这些文物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像刚讲到的，就渐渐越来越多认识这个人。虽然不是真的认识，但是透过照片跟文物。听讲最近师傅有收到民众特别的拜托，就是替民众修复结婚证书，也阁有经典的海报等等。大家若是有一寡想要流传落去纸质的文物，会当来台南找这三位专业的师傅哦。历史文物的保存，就甲咱讲历史故事同款，就是望遮尼侪珍贵的文物甲故事，会当一直流传落去，互所有台湾的囡仔拢会当有机会听到、看到。拄则故事内底有讲到修复完成的文物，伫今仔日台南中仁中学。阁有伫中华基督教病院的艺术发展馆，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去找哦。台湾自古早到现在，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美丽都市，大家拢会珍惜、尊重无同的历史甲文化。文物修复的师傅就是安尼。将损伤破损的历史记忆一片一片重新补起来，让文物顶头生展现给大家看，安尼文物才会当继续流传落去。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分享10集的台湾历史故事，不管是啥物年纪的朋友，拢是台湾的囡仔。期待未来有机会，搁来讲故事予恁听。祝大家平安，拜拜。台语学一摆，日日都精彩。大家晚安，听了今仔日这集的故事，是毋是感觉修复师傅的工作？互历史文物搁较有机会保留起来，并且延长了文物传落去的时间。这个师傅的工作真正非常有意义，咱就赶紧做伙来学习拄则故事内底有讲到的字句。第一个文物，拄则故事内底有讲到文物，文物是咧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留落来，具体有历史、艺术，还是科学价值的物件保存起来。种类百种，但是这个文物反映了过去时代的生活形式。后来的人会当透过保留起来的文物，去理解古早人的生活甲社会。所以文物的保存、维护以及修复，拢非常的重要。第二个修复，拄则故事内面有讲到，文物修复是文物保存内底其中一个，而且修复师傅的工作就是先判断损坏文物的状况。才来进行整理修复，尽力让文物恢复到接近原本完整，也是上好的状态。第三个导览，导览这个字常常会用到，若是去参观博物馆，还是美术馆等等的所在，不管是透过人工还是电子的方式。引带参观的人会当更较了解内底物件的意义。第四个损伤，这个字是指人还是物件的损坏？故事内底是咧讲历史文物的损坏，
第5个流传，故事内底常常有讲到历史文物的流传，伫遮讲到的流传是咧指物件受到保留，代代传落来。另外有一个词是流传，虽然台语甲华语听起来拢同款，拢念流传、流传，但是意思无同款。流传是分散出去，是指事物还是消息，伫一定的时间甲空间内底分散出去。第6个校史馆，有一寡学校会有家己的校史馆，伫遮特别提出来甲大家分享，要怎样念？因为大家有可能常常会看到这3个字，但是无清楚这个词要安怎念，就是校史馆。这个部分其实有变音，原本完整的字句是学校历史博物馆。若是直接用这个发音念出来，会变成校史馆。但是原本的字句简单讲的时阵，就需要变音，变成校史馆。第7个材质，故事内底有讲到文物的修复是根据材质的无相同，修复的专业嘛会安尼，拢无同款。这个词也是常常会看到，特别提出来甲大家分享。第8个经典，大家在讨论文化艺术的时阵，常常会讲到经典，华语念做经典。经典就是不管经过偌久的时间，拢会互人提出来尊敬、欣赏的物件，还是作品。但是大家可能唔知影台语要安怎讲，所以特别提出来甲大家分享。第9个看卖，看卖这个词，大家常常伫日常的生活会用到，亲像试看卖、食看卖、啉看卖，但是有可能大家无熟悉汉字是要安怎写，伫遮互大家知影。第10个钉头生，钉头生就是重新搁画起来的意思。唔知影大家有印象无？第1集在讲搁画济故事的时阵，有讲到这个词。拄则故事的内底嘛有形容修复师傅做的工作，那亲像帮赞珍贵的历史文物，互因钉头生重新搁画起来同款。练习时间，第1个文物，文物，文物。第2个修复，修复，修复。第3个导览，导览，导览。第4个损伤，损伤，损伤。第5个流传，流传，流传。第6个校史馆，校史馆，
校史馆。第7个在职，在职，在职。第8个经典，经典，经典。第9个看卖，看卖，看卖。第10个顶头诗，顶头诗，顶头诗。好咯，今仔日的台语学一摆就到这，大家爱会记得练习哦。真欢喜陪伴大家练习台语，希望阁有机会甲大家分享怎样讲正确的台语。感谢大家收看月亮阿嬷的台语教室，拜拜。相信家己才会出头天。台湾的心心情绪我才将之落地土里，不惊任何困难代志，有缘天，希望渺小，风的风花季，有一天会开。1945年，台南的中央中学脚球队以亚乐队胜利，得到全岛的冠军，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大阪参加第22回全国中等学校脚球大赛。竞赛场地就伫嘉义园南运动场，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队以台湾人为主的脚球队伫嘉义园比赛。1968年，对台东的红叶消防队2支精彩的轰乱，以7比0的比数打败了日本关西人队啊！心心情绪我才。